有一個女仔陪我度過咗成個中學生涯，一直冇表白，因為佢已經日日喺我身邊。你知唔知今日派模啊？徐副話我最需要25分啊！我依家真係諗定讀邊間大學，肯定爭住收我。你今年進步咗咁多，做乜咁努力讀書啊？我想同你一齊入大學。但我畢咗業之後想去英國，你知道我準備咗好耐㗎。你啱啱放學又話有嘢同我講嘅，唔記得咗啦。原來我從來都冇準備過同佢分開，愛情係唔屬於冇膽鬼。唉，今日 last day 得嗰4個人，開心仔 Esther 咧？冇啊，冇叫佢嚟啊。我作為你哋嘅班主任咧，我就有 Esther 電話嘅，到你啊！你一陣去邊啊？我今日冇瞓你企喎，收咗啦。Esther，我計過㗎啦，香港同英國差8個鐘，所以我每日凌晨2點都會同你講早晨。仲有啊，我會好俾心機去返 part time 儲錢，暑假飛過嚟揾你。同埋我喺大學唔會溝女，啲女嚟溝我都唔會理佢㗎。仲有句嘢未講啊 Esther， 我中意你啊，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？大團圓結局 ，last day 過完啦，而我將唔會再係佢哋嘅老師。